大家准时收看吴米生导演的《单胎》。9月7日暗时9点。9月17暗时9点哦，公司台语台。连面就唔免互你等待来看等待。导演他想要拍出的东西，其实是很特别的。他有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把亲密戏就是当成地图在拍，跟诗一样。困难其实不是预算低拍不出来，其实不是，而是怎么去说服所有的人，你的想法、你的信念，怎么去把你的 imagination 变成一个可以被人家理解的这边就够着。只是有那个单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然后单大汉、单结婚、单做兵、单退伍、单啊，单死、单啊，那单什么？所谓的等待单台就是要有耐心嘛。那耐心是什么？耐心就是你要有信心，信心就是讲你对不忙代志有期待、有把握，对看不到的物件有肯定。